你知道你的行为给我带来多严重的后果吗？那你知道你的行为给我造成多严重的后果吗？你这个女人就是喜欢强词夺理啊！你这个男的还喜欢栽赃陷害呢。那看来我们还挺配未婚妻。我们简直天生一对啊，未婚夫。叫的这么纯熟自然，是不是已经幻想过无数次了？喂，小雅。喂，西西，不好了，买 Marry Me 的那个家伙退单了。不是，那我的定金不就打水漂了？那个人售后地址在哪里？给我找他去。这个地址你很熟悉，外贸总部。我先不跟你讲了，小雅，拜拜。尹思成，我问你啊，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个叫“行走的少女梦”的？你就是那个骗子代购。谁是骗子？尹思成，你不要跟我说那个人就是你啊！顾西西，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订单，给我捅出这么大一个幺蛾子！没有想到我想尽办法买的婚纱是给你买的啊！还有，怎么会有人叫“行走的少女梦”？这不自恋狂吗？这不是？根据网络指数，我确实是全网女性最想嫁的人第1位，所以这不是自恋，是大数据。我确实是所有女性的梦想。拜托，哪个总裁无聊的去搜自己的网络榜单啊？我刚刚得到的消息，文业集团已经在联系 Alex， 估计也是因为 Enjoy 的事儿。文业集团，我们必须赶在 Alex 做出决定前抢占先机。今天发布会上 ，Alex 先生好像对顾小姐很感兴趣。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，继续扮演我的未婚妻，答应我，我赔偿你的损失，而且还会给你一笔不菲的报酬。收下钱，帮我，这是你唯一的选择。行，我答应你。答应的这么爽快？补偿我的定金那是我应得的，但是你说的报酬我1分都不要。看你的样子，不应该很需要钱吗？对，我是很缺钱，但是你说的对，这一切的造成有我的责任，所以我会弥补这个损失。但是，我希望这件事情之后，你跟我就再也不要见面了，谢谢。放心，你对我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。尹思成，你干嘛？提前让你熟悉一下当我未婚妻的感觉，不至于明天见到 Alex 在他面前露出马脚。我会让我的助理发一份我的资料给你，明天早上之前必须背清楚。